影帝張家輝中意周圍去，夠貼地嘅佢成日都俾網友偶遇，而且完全冇巨星架子，親吻合照有求必應。估唔到佢 nice 到爆嘅舉動，再創出新高度啊！2號係張家輝61歲正日生日，有多名網友喺社交網分享偶遇張家輝嘅合照。其中一位網友指自己等張家輝食完飯埋單嗰陣，先至過去合照，大讚男神人好好，即刻同意之外，仲簽埋名。另外又大讚張家輝親民友善，人品好嘅佢又被另一位網友大讚真人好溫柔，足見佢真實人品極好。相中見到張家輝身穿黑色衛衣，戴上黑色 cap 帽，打扮低調，同友人用餐嘅佢，雖然獲粉絲連環要求合照，但佢仍然展現親切嘅笑容。加上當日正好係佢嘅生日，難怪男神心情特別靚，咩要求都通通滿足啦。